九份子国中小，它是坐落在台南市第一个低碳示范社区种子从化区。当初这个学校的规划，它就是要成为是一个钻石级的绿建筑。那么学校完成启用之后，那也确实得了在建筑界非常多的奖项，包含国家建筑卓越奖、这个原野奖，以及台南市的这一个公共工程优质奖，以及得到内政部的绿建筑奖。所以我想得到4个建筑类的奖项，可以说是获得4重肯定。那也证明我们九份子国中小，确实在永续校园的这个部分，绝对是可以成为是一个校园的指标。在这个第2期的工程里边主要是包含了2栋4层楼的建筑以及2个风雨球场，还有一个地下停车场是2层的。能够提放给更多学生来使用运动，还有社区民众也来这边休闲。这个地下2层的停车场有361个车位，我们设计的是采用一个会呼吸的停车场，包括有自然采光、绿化，通风渗透到地下室的停车场，不会让停车成为一个幽暗的空间，而是一个可以感受到外界自然条件会呼吸的一个停车场。全校的屋顶有一半是绿化，一半是太阳能，那这个效能非常的高。像一次台风雨来的话，可以提供学校2个月的灌溉，这个节省了不少的一个水费。九份子家是安南区人口增加最多的地方，而且持续在建设中，所以家呢，咱2期校舍的开发的兴建，对学校就近的就学一定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咱这届嘛，包括咱地下的停车场，咱知影讲整个的咱的重会区，住户非常的多，停车嘛较无方便，所以呢，在这个地下停车场的开辟，我想对地方居民住户的停车帮助相当的大。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前途，祝台北平安迎接这个前途，什么当造顺利，天意久留。九份子地区人口成长非常快，然后这个九份子国中小，它的一个学校的设立一下子就额满了，所以就有了2期校舍的一个需求。那感谢议会的支持，因为2期校舍全部都是都是地方的市政府自筹的经费，地下停车场总共要花费9亿，那中央大概补助1半，九份子国小大概要4.3亿全部都是市政府的经费，所以我们希望早日施工，早日完工，能够让这个地方不但解决教育问题，也解决停车问题，让大家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教学以及停车生活环境。你好，是阮家欢收看11月6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首先来关心议会市政总质询。六都当中，为无捷运的台南，目前规划6条优先路网积极展开，其中进度上紧的南线第1期已经预计明年底动工。不过，议员黄兆辉烦恼是，现况捷运工程处编制才14位，人力明显不足，加上干那人力单大开300多亿，所以要求成立捷运局，并争取总统赖清德的关爱。议员黄兆辉关心眼控铁路电话，因为该政策推进10档，不过有关无尽力全面规划，除了呼吁交通局加速进度，嘛希望未来空桥站加眼控站会当透过联合开发以及串联产业创意园区来带动发展。当然，铁路电话兴建比捷运较久，台南6条捷运优先路线嘛拢积极展开。不过，对107年成立捷运工程处交代，议员烦恼现况人力的欠缺，要求成立捷运局，同时争取总统赖清德关爱。
对此市长以财政负担甲人数的编制，提供相关叮当。趁着我们的老市长赖清德总统现在我们的新总统的时候哈，我们的新总统看能不能有一些对于台南的这个关爱啊，哈，能够去沟通一下，让我们这个哈，像捷运也算是赖总统当时候的很重要的一个。对啊，像当初铁路地下化也是一棒接一棒，真的慈悲为怀啊。交通局捷运工程处他们的同仁们，他们其实都相当的辛苦了，特别是前面规划完之后，真的是要开始进入这个实际的。我也特别借这个机会跟议员报告，像今天在立法院通过财政收支划分法的一个委员会审议啊，只有3分钟啊，通过了4000亿。那台南市在这个新版的财政收支划分法里面，我们是很吃亏的，可能将来会对我们的财政会有很大的负面的影响。那也连带会影响到捷运的我们的自备款。OK， 好，那局长是有说大概会再扩编一些吗？是我们有这个目前规划了，初期先扩编哈，这个成立我们大概规划53个人力啦，目前已经牵办到这个府城。OK， 那希望说真的能够支应这个需求啦，然后看到别人要成立捷运局，不是说别人成立局我们就一定要成立局啦，只是说我们在要做的这个事情上需要有更充足的人力啦。议员黄振辉伫总日顺开了真侪时间为眼控铁路地下化、甲捷运甚至广告的建设、甲市府交换意见，特别针对捷运路网的串联规划，伫安全方便为前提，如何减轻平民交通的塞车压力，如何让车站沿线经济发挥效益，拢要求市府一定要慎重思考。台南新闻军籍杨顺怀采访报道。接受议员吴通良伫总日顺积极向教育局争取，包括6家国小特殊教育学生所需要的无障碍电梯，以及林凤营国小活动中心的空调等设备更新案，希望拢有机会来照顾学生，甚至敦亲睦邻，服务当地乡亲。议员吴通良表示，6家国小特殊教育学生一旦有需要去活动中心2楼以上，登记拢需要学生来拍。为了减轻学生的负担，嘛避免危险，所以伫总日顺积极替该校争取设立无障碍电梯，预估大约600万的经费。对此，教育局表示，已经向国教署申請，9月嘛核定439萬，希望有教業做到3樓。那3樓先補助400萬，結果阮報價的時陣，伊核定是439萬，所以伊是有那希望講，咱是做到3樓。當然，這物價物條是不是？所以因為這個原因，經費是有夠，還無夠，這個部分也來了解。因為有另一所學校也是曾經2樓呢，400幾萬的你來發報備出嚟，好幾次，應該你知道哪個學校？哦，所以希望講你去考慮一下，好不好？對，伊是9月剛核定啦，所以這阮尾後會來含迄個設計，含迄個專家吼做來研究啊，希望這個部分既然核定啊，咱來趕緊甲做好啦。好。同款伫教育經費爭取，議員吳通良嘛為林鳳營國小活動中心的空調等設施努具，只需要大約580萬來更新。強調若無改善使用會真可惜。對此，教育局長回應，雖然該校是100人的小校，嘛會照顧，不過會思考未來使用的功能如何增加價值，來向中央爭取。台南新聞軍籍楊順懷採訪報道。新和順青珠宮將於115年舉辦為期49天的平湖科大節，最近因對了對外公布照等科儀，同時嘛受到總統賴清德特意賞賞，會當講是雙喜臨門。再響，鑼聲再響，鑼聲再響。鑼聲響數起，祝福大家合家平安大團圓。安南區新和順的青珠宮廟內成績不斷，雖然成立無到20天，但已經辦理過2座大型建造。這次在新民降價之時，將在115年舉辦樂天、周天、普天大醮，前後總共49天，加上一日普渡。昊天天發，九龍至尊，陽上帝，來指示。來講要起建這個大樓周普，的天的大醮，
49天假期，来由来，就是讲大热天伊要1200位的青神圣位，圣贤秋天要2400位的青神圣位，好天要3600位的青神圣位，共同来做圣旨拜灵，来做这棵树。已经筹备一档时间的石顶活动，由新民以圣杯杯数决定36位遴选甲职务。我来甲咱的青竹宫二祖师结缘，就是作有缘。伊看我有起啊，就甲我讲头要做起厝起了，玉皇宫起了时，做3条的青石，伊就叫我甲做总理啦。我就甲做总理做了，讲过啊。讲伊要做9条，要做天公石，做热天在就49日，佮加1日，讲叫我就甲做担任做建筑的委员啦，安尼啦。我就想讲甲你有指点啊，好啊，无我就甲担任看卖啊，安尼啊。这次庙方举办建筑大典，也是安南区地方的盛事。公所也将规划相关的活动做伙参与，希望再来领调，促进地方的经济繁荣。乐天大捷的目的，咱希望的是，互咱的台湾、互咱的国家会当风调雨顺五谷丰收，大家平安安尼一切顺利。那这次因为地点是伫咱安南区，所以公所嘛特别甲伊结合，伫研究讲，咱的乐天大捷除了吸引这些游客进来以外，咱要提高伊的消费，来对我们地方这些小吃。或是说这些经济有所提升跟帮助，所以未来呢，我们会推出一些活动跟计划出来那请大家拭目以待。届时呢，欢迎咱大家会当来安南区来体验我们的非常丰富的宗教文化，体验咱的美食小吃跟我们非常漂亮的美景。这座石顶嘛，单位服装看出特殊的所在，以往大部分拢是以青条官服为主。这次经过新民指示，改为明条官服，而且每一件官服形成图案甲色水拢有区别，非常的特别。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过来，因建业强工为了培育副下产业所需求的专业人才，新台南港甲合同建设等3间营建公司共同签署 BIN 实验教育3项合作案，未来双方将伫课程开发、技术资源甲实施等各方面资源共享。新台南港建筑科第113学年度成立 BIN 数位建设科技应用实验班，第一天特别甲合同建设等3间营造公司签署培育符合产业需求的专业人才，开创校园甲产业合作新典范。整个土木建筑呢的营造业是我们整个工业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建设那我们土木建筑群的话呢，我们希望能够引进BIN 的一个课程。那我们感谢业界能够提供我们课程的研发。这摆合作长达3档的时间，当中双方将建立教学甲技术资源共享平台，共同推动相关实务课程，也嘛将教校园协同教学，伫寒暑假甲课后时间提供学生实习的机会，取得 BIN 技术专业知识甲实务的经验，加强学生就业竞争力。那在这个实习的过程中呢，我们希望说可以推广重要的施工的安全，还有施工的品质，很相对的施工环境的提升。然后我们把这个蓝领的部分跟工班师傅的尊严，把它提升上来，一个尊严工作跟经济环境相对的一个相辅相成的状态。计划启动代表建筑教育迈向新的里程碑，不只推动 BIN 技术的发展，同时解决市场的欠工问题。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
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富力媒体集团开卖3亿兴建的卫星电视总部大楼，日前伫安南区安和路举办动土典礼，市长吴怡婷嘛专程出席，甲富力集团董事长李安忠等重量级的贵宾共同动土，预计伫115年第4季落成启用。移动土，开工顺利。曾经台南17档的富力媒体集团，秉持着社会道德甲责任，一步一脚印建立全台卫星台榜样。伫后疫情时代，公司业绩更是逆势成长10%。我安中啊创立17档啊，我无互咱失望，咱无互咱失望，尤其伫咱这府城这足有文化、足有水准的所在，这嘛是咱台南第一间卫星电视台。伫这个景气真歹的当中。我嘛要甲咱报告，咱富力电视台是逆势成长，人是咧消费，咱是逆势成长。咱今年人咧消费就会腰斩，咱身价10%以上，所以讲我相信天公会疼望人，咱就是实啊做，来甲认真甲做，发挥着咱府城人的这精神，尤其咱这台港400年，伫这个当中咱来创立来这个动土典礼，其实这开足侪钱，但是呢，为着咱这个文化传承，尤其台港400年，府建成300年，所以讲我感觉这咱身为咱府城的子弟咱有足大的责任我讲求是求天下利啦，毋是求个人的利，所以讲我愿望讲，还这个台湾阁更加进步。咱府城文化会当搁呢更加提升。动土典礼即天，市长王伟霆、民政局长蒋玲煌、市员陈怡贞、陈秋平、周丽景以及各界贵宾，也拢一同出席，共同见证。富力电视台对咱的人生的照顾，不管是民俗的保存、文化的提倡，还有综艺互大家娱乐，迄拢是足好的一个对咱台南有帮助的。那么将感谢富力电视台一直在台南。深耕经营，然后在全国各地能够这个发光发热。底下再次要祝福我们富力电视台动土能够顺利圆满，业绩能够长红。富力集团董事长李安忠表示，一路行来拢是凭着良心咧经营事业，任何产品拢是甲升级博士、医药教授等专业人士经过渐把关后尝试，特别是伫美容保养品的研发中心，更是聘请业界上有国际美容顾问的袁明月总经理亲自把关研发。17档来感谢乡亲好朋友一路支持，互公司会当不断成长，所以有责任陪伴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一路行落去。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迎接当天的第一个节气，未少人会选择来温补，其中羊肉炉、姜母鸭就是大家第一想到的美食。不过要安怎选择，下面提供你做一个参考。咱台南就有一间餐厅，特别推出一边羊肉炉、一边姜母鸭的火锅组合，而且搭配红芹、干贝、鲍鱼等等级的食材，要让消费者一摆食澎湃。气温转凉，羊肉炉、姜母鸭是许多国人温补的第一选择。这间位于永康的餐厅就很大胆创新，特别将2种锅物组合起来，取名禽兽锅，让有选择障碍或者是2种都想品尝的朋友不用再伤脑筋。来，我看一份。啊，没什么。姜母鸭。我们自己煮肉。好。禽兽锅的禽就是鸭子。2足而语为之禽，兽就是我们的羊肉炉，4足有毛为之兽。以现在的想法比较开放，大家都笑笑的，而且还蛮多客人进来跟我说：“老板，精生来几位？”对，我们反而想要让客人好记一点。对对对。那我看到这个锅里面还有加红鲟，好像这比较特别的。对，为了红鲟，我们的中药。还有重新去调配过，让红鲟放到汤里面，它会再提升另外一个层次出来。为让消费者品尝到浓郁汤头，
老板会将每份鸭肉及羊肉用压力锅炖煮，把肉质精华全部熬成汤底。因此，他们家不管是羊肉炉或者是姜母鸭的汤头，喝起来都特别温润顺口。我们的汤头都是纯肉下去炖的，我们每一锅的炖起来的肉量跟汤量的比例是一个定额，对，所以我们是纯肉质。我们的做法跟其他人可能不太一样，我们没有熬煮一大锅的高汤，另外再加入，没有，我们的汤全部都是用鸭肉或者是羊肉下去炖的。除了是羊肉炉和姜母鸭的组合，禽兽锅也可以加入红鲟、干贝、鲍鱼等高级海鲜食材，把汤的层次变得更加丰富，让无论是追求传统锅温补，或者是想要挑战味蕾新鲜感的消费者，相信都能在这得到满足。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高雄路中今年创校迈入100年，一群一队毕业生为了要伫100年校庆为学校献上祝福，就2天前就开始练习，看过40届上100人的阵容相当庞大，因希望伫校庆当天重新回忆因的少女时代。烈日下，众人走在雄女的大操场上。他们每一位都曾经在雄女度过高中3年的青春岁月，雄女一队是他们的共同记忆。今年雄女迈向创校100年，他们决定要复刻当年的一队回忆。那30年的时候，我们办了一个30重聚的活动。同学第一个见到我，他没有叫我的名字，远远的他就直接叫队长。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的心里是很澎湃的。因为已经30年了，没有人用这2个字来称呼过我。那我也觉得那只是当年高中的一种社团的经验。我毕业，然后不管是就业或是就学，我都很少再跟人提起这一段历史。但我不知道说30年之后，在我的同学他们见到我，竟然我对他们来讲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精神的象征，是一队的队长。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级中学一队总指挥苏丽颖报告。有机会遇到雄女的100年校庆，那我这辈子不可能在第2次机会遇到雄女100年校庆，那我也没有办法再活100年。那我就觉得我好像应该为我身为一队队长这件事情做一点什么。一张张的旧照片是当年自己身为雄女一队的最好见证。每个假日，他们在台北、高雄2地团练，毕业的届数跨距相当大，要将这些人一起找回来是一项浩大的工程。第1届的学姐，她是民国71年雄女毕业的，那她现在其实年龄已经超过60岁了。那我们这里面最年轻的学妹是刚从学校的大学毕业没多久，所以其实年纪可能大概20出头，所以我们最年轻的跟最年长的，刚好相差40年。每次招募餐费那个捐助金额简直是秒杀，抢不到的还要哀嚎说我们能不能下次先预留名额赞助。所以下一次可能有人在排队，已经有种子选手，有种子选手。像这次我们一次征招15个，这次再上一次就已经预约10个了，所以我们这次再一下子秒杀5个人就够，而且还有人私底下还会掏腰包，就是要赞助教练费啦，或者是其他的团练费。互相鼓励，互相支持，然后给予对方一种鼓舞的心，我觉得这个很难得。而且我们因为社团是没有经费，所有经费我要自筹。那可能姐妹们的装备，她们身上穿的制服，然后用的枪，还有我们每一次团练需要用到的一些食材或者是饮料，各种点心，都是姐妹们她们自动自发的一个捐赠，或者是说赞助。那我觉得她们这样子每个礼拜或是每个月搭高铁高雄来回台北，其实这种自动自发的心，其实是让我觉得很感动的。是15、16。但时光的流转也让这群雄女学姐们吃足了苦头。当年28年华，要记得枪谱上的动作细节，对当年的自己并非难事。如今重新拿起刀与枪，要突破自己的极限，同时也重新赋予一队另一个意义。没有参加过一队的人很难理解，它很像是女生去当兵的感觉。
所以我们彼此会觉得我们像是女汉子一样，就是说你明明没有当兵，可是你只要讲到仪队的时候，就像男生在讨论到他们当兵的那种概念，是很雷同的，好像你自己曾经有一起同甘苦，然后一起被操练过的感觉，那种革命情感是不一样的。雄女校友仪队从2年前就投入练习，为的是在今年的100年校庆中能重新在众人面前粉墨登场，一次次的把枪举起来，掉枪了再试一次，脚步不对了重新再来。在高雄的艳阳下，这群人挥汗如雨，却依然坚持。我当然很心疼，但我也会希望他们撑下去，因为我相信他们可以。就像我自己也是一样，我在家没有冷气不能活，我连厨房都有冷气，我炒菜也有冷气。可是我来这里，我每天回去就是好像流了2公斤的汗一样。我相信姐妹们跟我是一样，可能今天她在家是贵妇，是一个不会运动的人，可是她今天来到学校，她可能一天8个小时都在流汗，可是她甘之如饴啊。说实在的，每一次练之前都很挣扎，但开始练的时候就觉得还好。对，然后练完之后就会想着再下一次来练，对，都是这样一直对一直的循环。可是最后配乐队的时候，其实是蛮令人感动的，那个感觉还蛮熟悉的，就是以前练习过，然后现在就是其实最多是可能就是拍数会不太一样。但是那个以前练过的那个稍微记忆都还有在，肌肉记忆还在。对，我觉得他们有在这里找到归属感。其实2年前的彼此是互相不认识的，就像我对里面的很多姐妹也是不认识，因为我们的级别跨得太大了，年纪相差40岁，60几岁的当然不能够认识那些20几岁的妹妹们心里面在想什么。那20几岁的妹妹可能会觉得60岁的那些阿姨其实就是比妈妈更年长的一种角色，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很融洽的在一起，是因为我们彼此之间有了信任跟爱，那他们就有一种归属感，会觉得说好像1个月不来这里说说话，分享一些家里的事情，会少点什么。苏丽莹说，仪队社团能够走到今天，除了仪队的姐妹努力不懈的练习之外，志工团们的大力支持，更是让这2年的练习各方面都能不虞匮乏的幕后功臣。我先生，因为他不干涉你，他给予你全部的自由，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在华人社会，女性其实某种程度是被压抑的，但活到这个年纪，然后他可以给予你，不管在金钱上，就是经济上，或者是说你的意志上面。他给你全然没有设限的空间，其实我要很感谢他，谢谢大家的支持，真的衷心的感谢。我相信我们是一辈子的姐妹，即使经过仪队社团100年校庆、雄女的校庆结束之后，我们还会一辈子走在一起，分享生命中的酸甜苦辣。谢谢你。你还记得自己的高中生活吗？雄女校友仪队用2年的时间将高中的自己重新找回。今年冬天将用这样的姿态为学校送上祝福。记者周福庆、刘伟婷高雄报道。感谢收看11月6日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啊。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